所在伊就进去就对啦。只要有庙的所在，不管你道教庙、啥物庙，伊拢是庙啦。哦，你看玉皇大帝，迄文霄宝殿，文霄宝殿内底嘛是观世音菩萨啦。哦，啊，你看土地公庙，迄土地公庙迄大金细金迄内底拢有迄观世音的。啊，过来妈祖庙，妈祖庙内底嘛拢有啊。哦，啊，像迄太子庙啦，太子庙迄内底嘛是拢有财观世音。哦，你看，啊，城隍庙内底嘛有，所以观世音菩萨哦，人讲哦，观世音菩萨确实实在，神通广大。哦，啊无较嘴较有空啊，无芳嘴较有芳。哦，所以讲神通广大，我就想讲，咱大家讲观世音菩萨咯。哦，拍一个鼓啊，赞声，啊是比较厉害，哦，是正厉害的啦。所以大家无认识啊，观音的这个功夫，菩萨真正是足伟大啦。哦，所以咱讲观世音菩萨，咱常常讲分门一句话安尼讲啦，讲释迦牟尼佛啦，吼，伊叫做啥？大雄宝殿，哦，大雄宝殿对毋对？释迦牟尼佛的拢讲大雄宝殿嘛，大雄宝殿嘛，哦。啊，观世音的菩萨叫做啥物殿？叫做圆通宝殿，哦，啊大悲殿，哦，啊然后用观音殿，哦，拢有，哦，啊后人讲啊观音真像，哦，啊拢用观音标，哦，有足济啦，这名称足济就对啦，哦，所以讲叫做啥圆通宝殿，啊，这个圆通就是啥物意思呢？圆通就是讲要安怎来解释？哦，圆通就是讲有一个学问，哦，我甲咱大家报告互恁知影啦，吼，圆通咱就分做两方面来解释啦，就是讲福甲慧啦，哦，这个福甲慧，哦，有无所障碍，哦，譬如讲咱观世音菩萨，伊个三大阿僧祇劫，哦，啊伊修到安那，修到成佛。其实伊实在是高富再来的啦，因为即摆较成个啦。伊一般讲的讲高富再来，伊实在是过来人，伊毋是幻缘的即个菩萨咯，伊是已经成佛啦。所以讲哦，咱经典讲，哦，讲过去正法明如来，哦，现前观世音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咱顶日上经你要上会嘛，拢知影，普门品内底都有啊，伊早就成佛啦，哦。伊是誓言菩萨成佛，来人间度众生命。哦，咱这命令，原来即期无只观音佛祖，是安咱无解讲菩萨，伊就正法明如来，啊，伊要度众生，一定爱我菩萨相，哦，化作观世音，哦，啊，我直接甲恁头讲，我伊就是我的天道师，所以我才拢成为做文书。伊五指观音，哦，伊就是我的天道师啦。恁师公啊，神功哦，神地中咯，哦，恁师公啊，就是我的遗子。伊毋是我的天道师，伊是我去遗子的。我的天道师就正五指观音做，哦，所以哦，我正拢讲伊就是我的文书，就是安尼，哦，所以讲。观世音，伫即个民间，逐个拢安尼讲，吼，讲伊就是，吼，有人讲啥？讲一般的菩萨啦，吼，会看待啦，吼，意思讲，人讲功夫搁再来，吼，啊，所以有人讲啊，讲啊，有人爱功夫观世音，吼，民间，这是民间选法足济啦，伊名称足济嘛，吼。啊，伊正伊是正观明如来是会做观世音的，所以伊修福甲慧拢修甲足圆满，所以叫做圆通，哦。啊，你讲福，哦，咱对伊袂对啦，哦，福尽虚空，遍法界，人伊的福无量啊，哦，啊，伊的智也尽虚空，遍法界啊，智慧，哦，福甲慧拢素养三尽。怀变成风，智慧无量哦，啊，拢无所障碍哦。比咱若讲要讲啥，咱若咧讲，算话咧讲啥，讲头就袂，毋知影过啊，讲过袂记头前啦，袂记后壁，啊，就讲甲拍死干，
哦，人伊拢会哦，人伊哦变得着哦，所以讲哦，咱若要讲第三头前到后壁，咱接人伊拢是哦，啊，咱关系伊拢会哦，所以实在讲哦，咱无法度啊信归伊，人咧哦功夫真正好诶，所以关系无啥无共哦。讲话头头不转，就是讲行为流水哦。就像迄落板啊，迄落板咧下水安尼标叫安尼一人，这叫做啥？苏州号啦，哦，苏州号就是狮仔嘛，狮仔咧会吼足大声个啊，就像你讲话若伊若出来吼一声，狮仔惊迄落山内迄落动物咯，逐个嘛惊到出，惊到毋敢出来，哦，所以讲哦。那关系哦，对伊来讲啦吼，无是问题啊，贯通自在啊啦吼。啊，佫有第二种就叫做啥物？人伊度众生，人会当贯通啊，哦。所以讲，咱若要哦有上过这普门咱拢足清楚啦。普门内底甲咱讲啦，讲伊观世菩萨有32应身啦，哦，咱逐个拢有印象嘛吼。其实伊甲定32应身，伊个切片有化身的，哦。伊要度啥物款诶众生哦，伊就来自然啥物款诶情来度对象啊，对无哦？其实观世音菩萨是32应身尔，所以安尼就逐个学回来哦。这是咱啦，这是标准一部分尔啦。啊，咱讲哦，比较讲哦，逐家听啦，敢若种一个初地啦，初地菩萨啦，初地哦，初地菩萨，都有法度变化一个，你去啥物所在？就法度变化100个政府去100个世界，就无共款诶语言，无共款诶话哦。啊来，互遐众生会当发菩提心呢，成就佛道呢，初地了，初地菩萨咯。啊，你若二地如何共啊？二地菩萨咯，哦，迄二地菩萨就千百化身啊呢，有法度度1000成夫。啊，去化做1000个世界，会当去度无共，共款用无共诶言语，无共人去度众生，哦，用无共诶民族处理互遐众生，通发菩提心，哦，啊，会当行菩萨道，啊，通啊成佛，哦，啊，若三地呢，哦，三地佫分主管，三地就会当化做万界诶化身啊，三地哦，三地哦。变做1万个成夫，啊！即摆你甲看啦，1万个成夫去1万个世界啦吼，用无共款诶语言，共款无共诶民族性来度化遐众生发菩提心成佛啦。即安尼一直为安尼成啦。所以我感觉伊成佛来，即不得了咧。安尼吼不得了，真正功夫可是真正境界吼，叫做无量哦，无量百千万个化身啦。无量百千万个化身，你不得了。啊，咱咧经吼，安尼讲哦，讲哦，释迦牟尼佛哦，来这个人间哦，释迦牟尼佛伊来这个人间做佛祖咯。啊，咱佛祖哦，伊就安那，伊就有法度安怎呢？一个身躯啊，变做无量个世界，释迦佛啦，哦，千百个化身啊啦，哦。无量个身躯啦，去无量个世界啦，去度无量个众生啦，哦，啊，就像安尼啦，哦，释迦牟尼佛来咱这个世间，这个人间这三辈个世界，伊现啥现长六个呢？现长六个金身呢？所以无量身躯当中，就敢若一片镜尔呢，就亲像释迦牟尼佛个身躯安尼，无量无边，哦，安尼观世音菩萨是毋是？无这32应身，不一样是啊，哦，所以讲伫普门品哦，咱若有咧上有咧看哦，你就足清楚哦。讲伊若要度国王，伊就去显国王诶身；若要度宰相，伊就显宰相诶身；哦，啊要度居士，伊就显居士身；哦，啊要度文武百官，伊就显文武百官诶身啊；哦，啊若要度比丘，比丘尼。伊就显比丘尼诶身啊啦，哦，啊要度铁丝诶，就显铁丝诶身啊，哦，所以伊诶身统决定自在啊嘛，哦，所以我观世音菩萨来对伊来讲哦，无啥问题啊啦，就像咱哦，伊伫咧度众生，贯通自在啦，
毋是咱民间啦尤其像咱咧做啥物长，做区长，做啥物市长，做啥物长这还是长你讲，伊若拄仔应酬啦，一工有人写几啊场啦，好歹势，要参加人诶道场诶晚会，也要去参加人诶结婚诶仪式，也要去参加人迄种诶迄落装饰诶戏。你讲共个敢有法度人分身来遐济位，无可能吧？人若像迄安尼，伊一早一场，伊到一场，伊过一场，走来走去，叫叫闹迄时阵，才有法度，无法度分身嘛，所以无办法分做啥个真久啊啦，袂当分身诶法术啦，假使讲咱若有种着土地啦，譬如讲咱若有种着土地啦，诶菩萨啦，发生大事就会当讲啦，莫讲3有日1000位，咱嘛有法度人去，对无？所以讲这是命足重要啦。一到咱有哪想，安尼咱有哪会想起来呢？咱有哪有法度呢？真咱是无法度啦，咱若想成功来，咱就无法度啊。所以即种佛教就对啦，就无这啦。人伊分身，人即个观世音菩萨，人伊真正有影，所以讲是命对咱来讲，爱安怎？逐日就个讲，唯有就爱安怎？正面大分啦，无迄落负面诶啦。是命爱安怎？咱就是要来成佛啦，咱都是无要做凡夫啦。咱以后咱读佛拜佛就是要成佛啦，无咱读佛要创啥？无咱要定大做凡夫尔咱就是无爱做凡夫，毋则咱就爱要成佛，咱毋则就爱认真啊修，要修爱修真诶，修行爱修真诶，茫修假诶，真正爱修真诶，用功爱修真诶，茫修假诶，因为修行终归了，咱就是要成佛啦。所以讲今仔日，咱看大家来这参加遮，来这听佛。我为咱大家非常的欢喜，我甲你讲，好，我真好，我看你今仔日我会国家去啦，无人去美国，今仔日这要去，人伊国新这要去办请人去咧，人伊无去咧，我甲伊讲，人伊转来咧，足虔诚诶咧，咱来等下你大家咧，真正咧，这也会咧，菩萨咱真正。